各位街坊，去深圳買10幾蚊嘅燒鴨，係咪覺得又平又靚？但連燒鴨當老闆自己都絕對唔食呢啲鴨。呢10幾蚊背後到底藏住啲咩客人貓訥？今日我哋就揭開平價燒鴨嘅黑幕，睇完你可能再都唔敢隨便食嘅。喺香港行過嗰啲傳統嘅燒味檔，一隻條喺玻璃窗後邊嘅原隻燒鴨，隨便斬料都要150到200幾港紙。所以買隻燒鴨返屋企加餸，絕對係一餐非常豐盛嘅晚餐。可惜當踏入深圳嘅夜市或者農貿市場嗰陣，喺嗰啲鬧熱嘅熟食攤位前，烤爐入邊轉住滋滋無有、色澤紅亮、香氣撲鼻嘅燒鴨，而上邊掛住嘅手寫大字報，黑言寫住脆皮烤鴨18蚊一隻。有時遇到收檔促銷，甚至仲能遇到15蚊嘅超低特價。好多老一輩嘅街坊見到呢個價錢，眼都亮晒，心諗直呼抵食。大家下意識咁認為，內地物價平，無非係因為鋪租平、人工低，加上進貨量大薄，利多銷罷了。但係各位老友記，請大家冷靜落嚟，認真諗一諗。喺香港嘅街市買一隻生鮮嘅活鴨都要賣70-80蚊，就算喺內地，一隻真係喺農村水鄉散養嘅土鴨，隨便稱下成本都要50幾蚊。呢個平到離譜嘅價錢背後，根本唔係咩薄利多銷嘅福利，而是隱藏住極之恐怖嘅商業貓訛。大家平時喺正規市場高價買嘅活鴨，往往係農村散養嘅土鴨或者麻鴨。呢種鴨生長週期好長，至少要養夠3個月，亦即係90日以上，先可以達到出欄嘅標準。佢哋每日運動量極大，食嘅亦係天然嘅雜食，所以肉質非常緊實，骨頭硬淨，脂肪分布均勻。不管是攞嚟燉湯定係做傳統燒味，都食得出鮮美嘅肉味。咁樣呢10幾蚊嘅燒鴨用嘅係咩呢？熟食攤進貨嘅鴨，全部都係工業化流水線生產嘅冷凍白乳鴨。喺現代禽類工業業內咧，呢種鴨被稱為畜生鴨或者工業鴨。佢哋嘅生長週期短到令人髮指，僅需要28到32日就可以由破殼而出，直接長到肥殺出欄啦。佢哋之所以能好似吹氣球咁長得咁快，係因為佢哋呢一世都唔需要落水，亦唔需要任何活動空間。呢啲鴨被高密度咁集中喺現代化嘅大型封閉養殖廠入面，一日24小時被強烈嘅燈光照射，以此嚟擾亂佢哋嘅生物鐘，催促佢哋不斷咁進食。佢哋每日嘅任務就係食大量配製好嘅激素、飼料、瞓覺，然後瘋狂長肉。因為完全缺乏運動，加上生長速度嚴重透支咗自然規律，呢種畜生鴨嘅肉質極之鬆散，脂肪含量高到嚇人，連骨頭都係軟綿綿嘅。就算只要養30日，咁都總要有飼料錢、農場、人工錢同屠宰廢損。點可能烤熟咗賣18蚊仲有利潤？原來咧，呢種畜生白乳鴨喺屠宰廠處理嘅時候，並唔係一整隻完整咁賣俾條街燒鴨檔嘅。大型屠宰廠會進行極之精細嘅分割，將全身上下能賺錢嘅位置全部手攞得乾乾淨淨。首先係鴨毛，呢個真係極具經濟價值嘅材料，會被全部收集埋，高價賣俾服裝廠，做成幾千蚊一件嘅昂貴羽絨服。跟住係鴨血，喺屠宰時被小心收集埋，加工成血黃，賣俾遍佈全國嘅重慶火鍋店同菜市場做鴨血粉絲湯。然後係最值錢嘅黃金位置，鴨舌、鴨脖、鴨翅、鴨掌、鴨腸同鴨胗。呢啲被業內稱為高附加值嘅零件，會被流水線上面嘅工人全部單獨一刀切落嚟，高價批發俾各大知名嘅老味連鎖店同零食加工廠。等呢啲值錢嘅位置全被剝削乾淨之後，剩低嗰個冇頭冇腳冇翅膀冇內臟，甚至連一層表皮都被闖走嘅光乾鴨軀乾，喺業內稱為白條鴨或者無頭鴨。呢種殘缺不全嘅鴨軀乾，佢嘅養殖同人工成本一早已經被前面嗰啲高價賣出嘅鴨翅、鴨絨同鴨舌完全分攤填平咗。所以當呢種無頭冇腳嘅冷凍廢料流落到凍肉批發市場嗰陣，
價錢賤到揀真，好似泥沙一樣。平時進貨嘅時候，呢種冷凍白條鴨係一箱一箱由大型冰庫攞嘅，平均算落嚟，一隻冷凍鴨軀幹嘅進貨成本僅只要7蚊半人民幣。再你認真算一算呢隻18蚊燒鴨嘅最終成本，畜生冷凍鴨軀幹成本7蚊半，攤位上面嘅木炭、電費同水費分攤落嚟約莫1蚊半，化學調料、醃料同包裝膠盒分攤約莫1蚊，再加上攤位租金同人工分攤大概2蚊，總成本滿打滿算大約喺11蚊半到12蚊之間。此老闆賣18蚊一隻，單子嘅淨利潤喺6蚊左右，單子賺6蚊好似微不足道，但內地嘅夜市檔口靠嘅就係極之龐大嘅人流量。每日有成千上萬好似香港長者咁貪便宜嘅食客幫襯，陳老闆嘅攤位每日輕輕鬆鬆能賣出100多隻，星期6日遇到過關消費高峰期，甚至能賣200-300隻，一日落嚟純利潤隨便便就能達到700-800甚至上千蚊人民幣。呢個就係點解深圳條街永遠唔缺呢種平價燒鴨店嘅原因，因為只要有人貪便宜，呢個就真係一門穩賺不賠嘅暴利生意。了解咗呢啲殘缺冷凍鴨嘅來源同成本，有啲街坊可能仲會嘴硬，就算肉質差少少，冇頭冇腳，只要煮熟咗食得，便宜少少就當解下絲咯，大不了唔食皮至食肉，有咩大不了啫？但呢個廉價燒鴨背後卻藏住無法忽視嘅致命健康隱患。第一重隱患，濫用化學增香劑。欠好嘅商家為咗掩蓋劣質冷凍肉嘅腥臭，會大量添加工業肉味增香劑。呢種幾條街外都能聞到嘅霸道香味，全靠化學合成啦。長期食用人工香精會加重肝腎代謝負擔，對中老年人嚟講，無異於每日餵食隱形毒藥，嚴重損害健康。第二重隱患，重鹽、重料、心血管危機。因便宜鴨肉唔新鮮，老闆只能用重鹽、重糖同劣質味精夾硬提味，導致平價燒鴨鈉含量嚴重超標。中老年人血管脆弱，常食呢種高鹽高脂劣質肉，極易引發高血壓、水腫，甚至誘發心腦血管疾病，簡直係餐台上面嘅健康殺手。第三重隱患，滋生細菌嘅僵屍肉，賣唔晒嘅烤鴨會被反覆冷凍解凍，甚至喺劣質千滾油入邊回鍋炸。呢個唔單止徹底破壞肉質，更令致命細菌瘋狂滋生。加上反覆油炸產生嘅致癌物，好多街坊食完後半夜腸胃炎發作，上吐下瀉，全部係食咗呢啲變質僵屍肉。喺度教大家3個非常實用嘅小絕招，建議各位老友記一定要記喺心入邊。避坑第一招，警惕刺鼻化學香味。買燒鴨務必先聞氣味，新鮮好鴨烤出嚟只有淡淡自然肉之香。如果喺條街聞到極之濃烈、刺鼻、聞多咗令人頭暈嘅霸道香味，嗰個絕對係加咗過量工業香精嘅科技狠活。千祈咪貪便宜購買，健康最重要。避坑第二招，觀察肉質與彈性。買肉要睇肉質彈性。優質鴨肉紋理清晰，肉緊實有格勁，骨頭硬淨。而廉價畜生冷凍鴨肉質好似爛麵團咁鬆散，一黏就碎，甚至骨頭都係軟綿綿嘅。呢種毫無質感、一咬就散嘅劣質鴨肉，白送都唔能夠要，咪拿身體開玩笑。避坑第三招，切莫相信極低價格，謹記1分錢1分貨。按正常物價，活鴨成本至少40-50蚊。只要見到賣10幾20蚊嘅平價燒鴨，絕對係用冷凍畜生邊角料做嘅。商家絕對唔做蝕本生意，太便宜嘅嘢往往暗藏陷阱，咪為咗慳少錢食壞腸胃。大家以後去買熟食一定要擦亮對眼，寧願食少2口肉去正規嘅燒味。當買啲新鮮嘅好肉，亦絕對唔好再一味咁貪圖便宜去食呢啲滿是隱患嘅廉價科技肉啦。買嘢永遠要相信常識，嗰啲便宜到不可思議嘅食物，
往往都喺暗中標好咗最昂貴嘅健康代價。大家平時喺街市有冇見過呢種極度便宜嘅燒鴨？或者你哋身邊有冇親戚因為食咗呢啲平價肉而逃走，甚至入醫院嘅經歷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探討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